老师平哎，安，平安，听众朋友请，大家好。咱嗯，今仔是要食餐题对食无？餐的，餐题做你食，的餐的真粗俗嘿，啊！啊，真抽象哦。对哦，嘛是，因大位拢有啊，各位拢若有有，水就有啊。若有水就有啊。做俗的物件做好食的吼。啊，但是若一粒来南高碗汤对无？今仔日要讲的，一粒烂狗仔汤就无餐的味啊，嘿啊，一粒餐的狗仔汤，是，咱今仔要讲一粒田的狗仔汤是啥物意思咧？来我学是要哪要讲到迄煮咧？这个，个菜是要哪煮咧？迄嘿啊，咱的后壁的有老师翕到的迄个啥物台湾的剃刀对无？吼，哦，台台湾较有湾哦，迄种一个螺足特别的所在啊，因为伊丝，吼，伊原来嘿，车是安怎爬山呢？是伫山嘿，靠两面甲起哩。哦，真趣味哦，所以像迄陈景平会看到田螺最后，安尼一箍一箍箍两年甲爬上山，迄是哦，全世界敢若台湾有诶尔。全世界在有诶，像迄田的迄个剃刀哦，迄个安尼一分看一分安尼到最后，箍两年，甲踅起哩是到顶悬去独立山。是。对吼，以前诶人是毋是较瘦吼，所以一粒田螺爱南高碗汤迄个配，是食汤配田螺，是安尼吗？无聊诶，咱来看田螺狗仔汤吼，俗是语啊，较瘦的，咱是，讲俗语讲一粒田螺狗仔汤吼，啊，佮嗯，煞咧就讲三粒田螺一暗羹。因为哦这有押韵，所以后壁就加哦，一个三粒田螺一暗嘿，羹。一暗红羹就是光是啥物？人咧底暗羹就真大啦，当然比碗较大啦，比碗有嘿，100倍大啦吼。迄个暗羹，哦，但是即句好好好，话吼有两款意思啦。哦，一是，款是讲你若煮菜啊，足济汤无啥粒，咱就讲嗯，啊，你煮这一碗田螺狗仔汤，就安尼嘿，甲迄个煮菜诶人安尼讲。啊，是，另外一款意思就是讲，讲迄话伤含嘛，就是讲你讲哦，话吼，甲迄个嘿，实在诶物件差伤济去啊。哦，哦，啊是讲用人若较袂，做毋对诶时，拢会安尼啊，拢用足哦，济话，甲迄个乌白讲重讲诶，要诶迄句，甲伊是，用啊散去，甲伊讲互哦。透互无味啊，透互对，迄句话怎毋是主要嘿，诶。哦，真正讲诶呢，足济话来透然真实诶一句话，递哦，到真理就变差去啊！嘿，哦，安尼我会这阮才会想着当讲，讲，真正诶嗯，是安尼哦。我诶囡仔，我即阵教3岁囡仔哦，有一届伊甲因爸爸妈妈讲，我甲伊拍，我根本连懵拢无甲伊懵着安尼吼，安尼敢有算一粒田螺交碗汤吼。所以有当时也是去互啥物去互陷害安尼，也是啊，著我黑白讲话啊。我白讲哦，诶，伫咧所以圣经内有一个一个故事夏娃哦，就是是哦，咱即个例会当看出哦，做毋对诶事，做后讲话。是，哦，上帝创世纪第2章16节，这逐个拢知。毋过咱来读嘿，圣经，看因是，安怎加足侪汤是啊，入去吼。对哦，人拢讲是夏娃诶毋对，对无？害咱人类爱迄个受罪。哦，咱先看上帝讲诶话啊。上帝讲，上帝吩咐迄个人当然是亚当咯。当园内逐号树仔诶果子，通随意来食，通食嘿，哦。哦，是，这是讲诶吼。啊，拢会当食，咱看后壁你就知影，就拢嘿，变质啊。即句话就变去啊。总嘿，是17节讲，总是分别好歹诶树，伊诶果子毋通食哦。嘿，因为食日日的确是的确会真简死，单哦，毋嘿，通食。啊，连我后壁安怎原话哦，嘿，绝对负认即个人讲，蛇，上帝敢有影讲，园内一切树，恁拢毋通食。上帝讲通食，随意来食有无？是所啊，以魔鬼讲伫个毋通食，上帝哦，敢有讲即只毋通食？蛇是魔鬼变诶吼，哦，对，啊，伊讲，会对啊，你甲听起来即句话是对诶哦。上是，帝哦，恁敢有影拢毋通讲，食，
上帝无安尼讲啊，无讲恁拢毋通食，所以抓讲即句话哪像对，安尼是毋是？敢若一工树啊，咧揽去啊，咧透汤去啊。负责人对蛇讲伊讲无咯，迄园内所有诶树啊，阮拢通食，即句是对诶啦。但是有一个所在，只有园中迄丛树诶果子，上帝捌讲，恁毋通食，也毋通摸，毋通摸迄个加落去诶啦，即透汤啦。空行会死，人讲的确会死，爱来变做空行会死，空行会死就是无一定会死，无一定会死哦。所以就是伊加一个讲袂当摸就对。袂当，嘛佫会当加一个讲袂当看，但是上帝拢无讲啊。你甲参足者落去，就慢慢甲迄个重点，毋通食即句。讲有影讲毋通食来，所以来咱来看见蛇对有些人讲，恁无的确死，上帝明明讲的确死对无？的确是一定会定着会死的啦。对。伊讲无的确死，假是无就差足济啊。系啊。这是魔鬼迄个透，这就是一碗田的九碗汤啊，嗰个透汤啊。因为上帝知恁食诶日，恁诶目睭就会开，恁要亲像上帝会当分别好歹。有啊，所以咱对这来了解讲蛇是毋是淋足济汤落去？夏娃有来淋足济汤落去。上帝后来代志发生咯。魔鬼讲诶话无啥物毋对，讲恁目睭着光。真正咧，因目睭光，着看咧家己赤身裸体，讲我甲伊烫目体诶，着变笑，着用迄个无诶可树诶树叶，来变做棍，甲家己穿起来。然后佮美人树啊，上帝来伫迄个爱丁园诶时阵，着美咧，毋敢做。上帝就讲当你伫倒位，当找无人啊。你伫倒位爱甲回答讲，阮着烫目体，毋敢看着你啦，所以阮美咧。当然安尼回答。安尼你看，上帝佮问伊啥物人甲你讲你烫目体？甲伊问伊安尼回答。上帝就知影。上帝已经知影，甲伊讲你是毋是食迄？我叫你毋通食迄种树仔诶果子。我若是当问到遮假使我若是当，我一定会回答讲无咯，我无食咯，我无捌来食。我无捌来食。我一定会讲我无捌来食，我真正无捌啊。毋是我毋对。毋是我毋对，我食是因为你做迄个查某人，迄个有人人互我食，迄个人是你的，毋是我的，迄个有人人。拢是你做诶，迄个害我诶。所以我无算食，这我会当辩解啦。这就是透汤啦，九碗汤。是，真正吼，无食就无食。毋对诶是吼，拢定定会先怪别人较紧安尼吼，较袂家己伤艰苦。所以马太福音圣经有甲咱解释讲，恁讲话应该。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一句尔其他加讲诶是对迄个魔鬼出来。你其他加讲就讲你做迄个有人人害我我就讲你迄只蛇害我，迄拢加讲诶。有食就是有食的确是毋是有死呢？是啦。伊食是的确是就是讲离开上帝就是死不管你是肉体活咧，还是死去，拢是已经死。你若讲上帝后来上帝毋是用耶稣钉十字架来赎回吗？就讲你若相信耶稣的人，你的灵魂永远活咧。就讲你活咧，肉体活咧，你是活咧。你肉体若死去的是你幽魂是活咧。同款是我诶，若讲无信耶稣，就讲你无受
迄个做伫下面，就是讲你要做无得到下面，你活咧有哪是算死啊？死去当然是死，所以讲，伊这是的确是已经离开上帝，就是已经代表死啊。你已经无属上帝的人啊，无属上帝的人，当然就是死的意思嘛。对，就是讲迄个黑暗，看到光，属魔鬼的人就对啊。魔鬼是算做一件死啊，最后审判还是永远的。后来咱来看到，咱来看影片。就是无简单吼，就是讲，影片是咧讲，是咧讲迄个台湾的特别的山啦。台湾的铁路全世界有诶。叫做什么？独立山是全世界有诶哦。火车是安尼，靠恁等啊，靠一年、靠2年，甲靠去顶悬。是，这真特别诶吼，台湾较有诶安尼啊吼。来，老师，咱想为着翕这爬足侪山，是安尼。中间佫有看到，毋免是山哦，佫会当看到真特别诶，什么五色鸟对无？对对，即个有可能我是照足水，佫有一款叫做拉力，拉力有哪是？拉力有足侪，全世界有足侪款啦。生活伫台湾诶，有哪是甲别个国家诶无共款，所以有哪是特有诶。拉力就专门咧食狗遐，伊个人一句俗语话讲拉力假死，生狗遐。伊假死狗遐就活来甲伊惨，伊就开始食，因为伊是拢食狗遐。所以咱观众朋友咧看诶是，你嘛会当写看觅啊吼，你敢有遇着迄足够碰风诶人讲诶害你吼损失足侪迄种吼，从前有迄个透水真正叫你买物件诶人吼是足够诶吼，一粒产诶，讲话好，安尼咱先来看即个剃刀吼，台湾较有诶剃刀，大家有听到声吗？拄则迄毋是火车啦，迄是咧顺路诶，透早都有顺路，看有车路有顺序啊无？遮都入山。是。这是西两林为什么长老寮？长老寮车站，因为较早遮是专门咧长老茶吼，迄阵诶长老茶出口。这个车站就是，毋是这个独立山诶车站。经过狗诶迄个什么水？狗诶棚空啦，伊有弄狗诶棚空，爬起来即个山顶。即阵火阁有吼？即阵已经离尾啊，所以雨甲落甲足济。是，咱顶礼拜有讲到做水诶花吼，观众朋友会当去看顶礼拜诶花吼。即阵已经伫要结束啊吼，花期。即摆开始要爬去大龙顶啊，然后佮对阿伯转落去。这是啥物？菜园？阿里山，人咧讲阿里山的地，阿里山的地是足有名的哦，佫是足贵的哦。是。伊就是讲种伫即个所在较济。是。这地形哦，看得真水哦。虽然天气无好，但是有哪是有伊个足水的所在。这个地叶吼，也是做好啉的哦，敢是阿里山的有名，全世界有名的吼。世界有名的。世界有名的阿里山地吼。
哦，看到拄仔讲的迄个穿穿山甲，就拿来啦，咧找一只，叫做拉力，台湾话叫拉力。为什么你知影遮有拉力？因为有听到伊的声，有人讲有看到。有听到声。这只就是啊，这就是咧食狗遐的拉力。像迄哭泣啊，好啊。阿捌怎山心开困出来。这款鸟啊，就是五色鸟，足水哦。伊色调配到足好看。真正。伊个笑容乌树仔孔。有啥吼来观赏，就是真水的物件吼。这是这个世界吼，上帝创造的吼，毋免碰风对无？毋免迄个一粒田地。像迄只五色鸟哦，迄色调足水的。是，就是讲，咱若是想要知影什么货是较适合，即阵吼足流行的，迄什么ChatGPT 吼，大家嘛知影无吼？就是智慧的迄个，人工智慧的迄种。但是抑个袂晓聊天吼，抑个袂声捌的。听讲伊嘛是足够碰风的，就是足侪代志拢是会讲毋对的吼。所以咱若要知影什么货是真正的真理吼，咱嘛知影莫互去互骗去，咱着爱来认识上帝，咱有隔壁教会吼。讲话毋通透伤济汤，毋通透伤济汤。迄个真理走正去吼。是，袂使会着阮的美秋讲吼，袂使听第三个人传话吼。有当时啊，人团的变成安那呢？讲迄个老师共拍，安尼足严重的哦。本来是囡仔共拍来传到最后变老师共拍呢吼。对，今仔日真欢喜吼，足侪观众朋友吼，拢来甲咱捧场哦。好，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呢，咱嘛搁要来讲台语。对，明仔载就是咱的纪念日吼，所以咱第二拜纪念日，咱后礼拜就会来讲即个有关即个台语的用语对无吼？多谢观众朋友，多谢老师。即个节目是台湾台南市教会林老师甲泰国的科莫基金会吼联合主持的吼，逐礼拜一的下暗台湾8点10分吼，泰国7点10分吼，伫空中再会，多谢大家后礼拜再会，多谢老师。